弟兄姊妹平安。平安。虽然你不能来到当中一起敬拜，但是我相信神的灵无处不在，他在任何地方要给敬畏他的人得享属天的平安。我们要开始之前，先为自己来祷告，求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帮助我们更专心、更真诚的来敬拜他。天父，让我们放下重担，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来寻求你，单单的来敬拜你。主啊，你的爱何等的甘甜，因而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来支取这样的爱跟能力。主啊，你是信实公义的主。主啊，当我们愿意寻求你的时候，你就愿意让我们来寻见你。主啊，谢谢你何等的恩典，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来敬拜你，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主啊，求你用你的安慰，用你的智慧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当中来经历跟神同在的美好。主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愿意用诗歌来赞美你，用祷告来敬祭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在我心颂扬的诗歌当中安慰鼓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脚前，单单寻求敬拜你，爱慕你，你爱何等甘甜，你的心是不改变，你的膀臂围绕我，扶持我。心渴慕，我心渴慕你怀抱，我灵渴慕你同在，在我怀中敬拜你，爱慕你。我心渴慕你怀抱，我灵渴慕你同在，在你怀中我得着安息。我们一起来读诗篇33篇20节到22节，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阿们。照着我们所仰望他的，神要向我们施行慈爱。第二段经文，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的，我们一起来读。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相信你的祷告神要垂听吗？阿们。神要成就吗？阿们。如果是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先来为自己祷告，我们用5重祝福来为自己的生命祷告。第一个，为你自己的灵命更成长祷告；第二个，为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祷告。我们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我们需要健康的身体，因为我们要跟神求健康的身体。第三，为着你内在的生命强壮祷告。第四，为着你的工作或是在教会的服事来献上祷告。靠我们自己软弱，靠神
得力量。所以我们要宣告，在当中神来祝福我们。第5项，为你自己的人际关系祷告。好，我们一起开口，为这5项，为你自己来祷告。是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来你面前来寻求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是的，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的信实，赞美你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健康的身体，我们的内在的生命要更强壮，印证你更强壮。谢谢我们，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脚前，单单寻求敬拜你，爱慕你，你的爱何等甘甜，你的心事不改变，你的膀臂围绕我，扶持我。求主赐下医治信心给那些软弱病痛的，你知道的，你身边的，或是你的家人，你为他祷告，特别要为信主的家人来祷告，还有教会当中没信主的，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来为我们开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是医治的主，你是满有能力的主。我们要将病痛跟软弱中的肢体献上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些弟兄姊妹在软弱中进行的时候，渴望他们的心能够重新站立家的国家。我们为着未信的家人献上祷告，求主来恩待他们，怜悯他们，医治他们，使他们的心得到刚强。谢谢主，谢谢主，同在。接下来我们要为着全世界的新冠疫情来祷告，特别在台湾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国家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百姓在这个疫情当中依然坚定信心，相信主掌权，也让百姓的生活跟经济能够恢复正常的轨道。特别在新学期的时候，疫情不断，恳求天父赐下恩典医治，看顾各地的学生的平安，让他们免于感染的危险，也特别帮助在疫情当中的弟兄姊妹，使他们在疫情当中工作、经济、健康、心灵各样的层面都受到主的保守。我们一起开口，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掌权的主，是恩待台湾的主，在疫情的过程当中，谢谢感谢帮助，谢谢你的帮助，真的主大大的感恩，台湾的疫情早日受到控制，台上祷告，求主掌权，求主看断绝人间的搅扰，台湾的恢复健康，这样的话语的保守，也为着产生在疫情当中健康祷告，是的主，我们保守我们，谢谢主。接下来我们要为着第6项教会，我们为着教会来祷告。一个教会合一的教会是非常蒙福的，因而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教会合一敬虔祷告。每一个人合一敬虔，我们的教会就会兴盛。特别为着我们2位的牧者，还有我们的传道真传道，还有我们的牧区区长、小组长、主日学的校长、老师，各个团队合一服侍荣耀主的教会来祷告。第2个，为着我们弟兄姊妹在属灵生命上更追求，为主传福音。第3，非常重要的，我们下个礼拜就各个幸福小组开跑，在周报里面有好几个幸福小组。如果你愿意跟主说，我要成为你的同工，我要成为传福音的人，你就去报名吧。求主也感动更多的被打开的他的心。
在我们要为着今天所有同工两堂的服事线上祷告，站在门口指挥交通的，或是各个位置的，都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要我们为他祷告，让他们在服事当中能够蛮有喜乐，蛮有能力在当中。我们一起为着我们所有的同工来线上祷告。天父，感谢你而生下这个合一谦卑，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好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神喜爱的教会，被神使用，被神使用。教会里专门让我们有更多的谦卑，更多的回忆在这当中。叫你的教会得以仰望在你的节目当中，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的团队越来越茁壮，最后一项我们要为着今日的崇拜祷告，自己也为着我们的瑞平传道他今天2堂，第1堂已经经过了，第1堂的第2堂一样，求圣灵来帮助他有属灵的口才，有属灵的恩膏。可不可以请大家手举起来，为着瑞平传道来祷告？我们一起为着他有属灵的恩膏、智慧，圣灵引导他，让他今天所讲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被敞开，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他的年纪生命当中，今天带领瑞平传道，在今天的堂，在今天的国语堂信息的部分，求你恩膏他的，求你带领他的，求你的圣灵来引导他，赐给他那属灵的口才，亲爱的天父，最后我们要用这个宣告文来祷告，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用宣告文来为我们的教会，为你自己祷告，请起立，请举起你的手，不管左手右手都可以，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宣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的宝血遮盖在富强教会及所有会友、亲人、产业，在疫情不安的年代，差派天使四围保护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免于灾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圣灵时时引导富强教会，承作合一、彼此相爱的教会，谦卑领受主的教导，同心祷告，堵住破口，不容许撒旦在我们教会有任何攻击与破坏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将属天的喜乐、平安、健康赏赐给凡属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引导我们热爱敬拜，渴慕真理，热心服事，为主传福音，成为喜悦荣耀的器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心渴慕，我心颂扬，我心渴慕你怀抱，我灵渴慕你同在，单单寻求敬拜你，爱慕你。我心渴慕你怀抱，我灵渴慕你同在，在你怀中我得着安息。我的心颂扬，我心中有你作为，何等奇妙，何等闪光神。我心中有你作为，何等奇妙，我要欢唱你慈爱，直到永我要赞唱你的慈爱。远。我要欢唱你慈爱，直到永远。我要欢唱你慈爱，直到永远。继续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配得赞美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爱我们的主，我们继续来赞美他。宝座前有众水比神与
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坚信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哈利路亚，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阿门，哈利路亚。正在掌权，你不仅掌权在我们的教会，也掌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相信，就算在洪水泛滥之时，你仍然掌权；在四面受敌的时候，你仍然掌权；在得时不得时的时候，你仍然掌权。主啊，我们向你献上了满心的赞美，也献上了满心的感谢，因为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因为你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配得所有的尊崇，所有的赞美。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也将我们早上的敬拜、早上的赞美全部的来献给你，愿达到你的面前，成为馨香的祭。我们这时候也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恭受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节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事以后，刚好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地方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池边有5个走廊，走廊上躺着成群的病人，其中有失明的、跛脚的、瘫痪的。在那里有一个已经病了38年的病人，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已患病多年，就问他：“你要得到医治吗？”那病人回答：“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帮我，把我放进池子里。当我正想下去时，已经有人抢先下去了。”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好了，
拿起他的褥子走了。那天刚好是安息日。接下来我们要请男诗班来献诗。今天要献诗的诗歌是《当答案不够时》。献诗后，今天瑞平传道要为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你要痊愈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有这个特别的机会，可以来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特别在经过了3年的神学院的学习，以及到了桃园有3年的时间在当地服侍，又回到富强教会当中，可以跟大家一起服侍，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也盼望每位弟兄姐妹继续成为我最好的代祷者，在我服侍的道路上继续我的祷告，也为我鼓励。这几天刚好也是中秋的连假的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趁这几天放假的时候，到四处去走一走，可以去附近散散心。昨天晚上刚好我们教会的青年牧区们，他们利用教会的6楼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他们在6楼一起烤肉，然后一起赏月。那也开学了，也再次的邀请在座每一位家长，如果你家中有国中、高中甚至大学的这些学生们，邀请他们可以一起来参加在我们提摩太牧区的聚会当中，一起找到除了好的朋友之外，更重要是找到属灵的同伴。在我们开始今天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也再一次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献上我们的赞美。谢谢你再一次的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你，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得享你的恩典，也得享你的祝福。特别在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有些人出外旅游，有些人回到家乡去，求主你祝福他们在路上的平安，也祝福他们有属天的喜乐以及平安，也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礼拜，无论在现场或者是在网络上收看直播的，都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赐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的5章1到9节。刚刚我们的诗会已经带领我们一起读过这段的经文。在这个经文当中，非常的特别是，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话，这是耶稣他所行的第3个神迹。而在这个神迹特别的地方是，刚刚所看的经文，它描述了在这个毕士大池的旁边，躺着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人，他们有些是瞎眼的，有些是瘸腿的，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血气枯干的，还有许多不同病症的人，他们都在那个地方等待可以得着医治，得着怜悯。有一天，耶稣来到这个地方，遇见了这个刚经文所看到的38年的病人。38年，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要想象一个38年的病人，他可能就得每天在那个毕士大池旁边，在那边等待，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轮到他被得着医治。他可能一直在期待一个事情的发生，他可能一直在期待什么时候可以轮到我。我想对我们来说，这几年的疫情已经让我们非常的不方便了。我们要外出，我们就要戴口罩。前几年我们要遵守防疫距离，一个空间不能有太多的人，很多的限制让我们就觉得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很多事情让我们觉得很不方便了。但是对这个38年的病人来说，哇，很难想象，他可能每天在那边就是无止境的等待。在那个地方，就是期盼有一天那个医治、那个临到，就临到，可以到他的身上，使他得着改变。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先看耶稣到了毕士大池，有许多人在那个地方。毕士大原本的意思，它是一个怜悯之家。在原文的意思，它是指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可以得到怜悯，得到医治。而这个池子原本有跳下去游泳，我觉得跳下去游泳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看整个毕士大池，它的意思就是跳下去，跳到水里面就可以得着医治，也可以得着怜悯。特别刚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说到，毕士大池旁边有5个走廊，有5条的走廊。刚好有一张图，我们也看一下毕士大池大概长什么样子。旁边4围围起来，刚好1、2、3、4加中间1条，所以这些病人，不管是瞎眼的、瘸腿的、各种病症的人，他们就每天
在这个走廊下面等待什么？等待得着医治。当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怎么突然第3节就跳到了第5节去了？事实上，在有些圣经的版本当中，没有放入第4节。如果你手边刚好圣经是和合本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和合本圣经里面，它有写到一个括号的第4节。这些人到底在毕士大池等待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跳下去？是这个水有神奇的疗效吗？这个是有这个非常特别的药在里面吗？而是这个经文当中第4节，如果你有圣经和合本，你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有特别括号写说，这些人在等候水可以有一个波动的时候，他们认为那是有天使下来的，他们认为是天使下来到这个池子，然后去搅动那个水，搅动那个水，他们就觉得哇，那个神迹来了，有功效了，于是大家就会争先恐后的下去。但是不是所有人跳下去都有用？他说，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所以第2个下去没有用，第3个下去也没有用，第1个下去的就可以得着医治。所以这些受伤的人、生病的人，全部都在那个毕士大池等待什么事情发生？等待着池水被天使搅动，他们就赶快的跳进去，希望得着医治。但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今天跟这个病人，跟这个生病的人讲话，你会发现这个人好像等了38年了，似乎都没有轮到他的迹象。好像38年过去了，这个人还是就在毕士大池旁边。我们从他的回答好像也可以发现，他说：“我要去的时候有人先下去了，我要走的时候没有人抬我去，所以我就只能在那个地方等待。”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耶稣跟这个生病了38年的这个病患、这个病人的对话，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耶稣为什么问他这样子的话？正常我们想，对啊，生病的人，耶稣不都说问他你要得医治，这不是很正常的话吗？耶稣看到有病人会去医治他，耶稣怎么还问他说你要得医治呢？很特别的一句话。但在这句话的当中，跟这个病人所回答给耶稣的话，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学习。甚至我们也好好的想，当有一天耶稣问我们的时候，耶稣问我们说你要得医治吗？你会怎么样的来回应他？首先我们先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一开始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个毕士大池的旁边，它是充满着争竞及纷乱，只有满满的无奈、满满的失望而已。在一开始的经文，我们刚刚有读到说，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等许多病人，他们在等水动的时候，水搅动的时候，他们就先下去。经文特别说，有一个人38年了，他的病从来没有好过，从来没有人帮助他，他就继续的在那个地方慢慢的等待。这个病了38年的人，哇！想想看，如果这是我们的话，一定也会觉得非常的绝望，甚至觉得无奈吧。这个人在那边过了一个非常绝望，甚至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人生，终日在那里等待。甚至在这个5个廊子走廊里面，周围的人，我想他们也是如此，可能对生命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了，甚至觉得啊，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了，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了，不会有改变了。我等那么久，还是这样子啊。甚至我们看刚一开始说到毕士大池叫做怜悯之家，但我们认真来想，小小的5个走廊里面塞满着病人，哇！突然水搅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是暴动啊！哇，水动了，水动了，一定是全部人跑起来，第一个要下去。这样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互相推挤，挤来挤去。有些人可能是不小心跌到池子里面的，有些人可能会被踩到。所以原本被看为可能是一个叫怜悯之家的，水动起来的时候，可能真的你死我活。谁管你要不要得到医治？我先来好了，我要先医治。
原本的怜悯之家可能就变成一个增进之家。而且这个池子，经文只描述说有一个38年的，会不会有40年的？会不会有50年的？会不会有60年的在那里等待？这些人等待了那么久，我们也不知道他等了多久。会不会他们每次的等待真的等到水冻了？但会不会等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会不会等的一次又一次的无奈？只能叹口气，然后继续期待的下一次。其实这个池子，好像也是我们的人生一般，我们的人生好像也都围绕着这样子的毕士大池在打转。我们好像也渴望从这个毕士大池当中得到些什么。我们的人生好像就盼望在那里等待，在那里努力，希望有一天我所做的，希望有一天我所努力想要得到的，就真的成功了。但真的人生的当中，确实有成功的，但在我们过去的经历当中，我们发现或许有更多的失败，有更多的无奈，有更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不断的发生。毕士大池旁边的状况，周围绕着的那些人，好像也像我们所处的环境一模一样。大家如果认真的回想，从你孩提时代，从你还在读书的时代开始，大家不就为了功课，为了考上第一志愿、考上第二志愿，每个人挤破头，每个人努力的去争取。毕业之后开始要工作的时候，你为了要升上更高一阶，你就必须跟你的同事增进，你就必须想办法在你的职场上去赢过别人。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好像都在努力追求些什么，我们常常都在努力期盼些什么，我们好像都围绕在那个池子旁边一样，希望我所做的，我所要的可以成功。但是我们却看到这样的池子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达成他要的，其他人却是都在那样的失败，在那样的难过。过去这几年让我们非常困扰，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疫情。在这3年当中，很多的事情，我们的计划被打乱了，我们原本的人生规划都被打乱了，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进行了。这3年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是什么？很多的无奈啊，很多的失望，甚至有很多的不确定。虽然看见在台湾疫情高峰好像慢慢过去，慢慢要结束了，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叫真正的结束。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所谓的瘟疫，或者是这个世纪所遇到最大的灾难什么时候会过去，我们不知道。但确实，我们就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处在一个让我们可能觉得非常失落，而且甚至好像看不见未来的一个情况。印象很深刻，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的3年级，到了台北的马偕医院去当实习的关怀师。当关怀师，我们必须到不同的病房去探访这些病患，去跟他们聊聊天，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印象很深，我到了一间的病房，他是一个30几岁的年轻人，但是他得了肝癌的末期。医生说他已经剩下没有多长的时间。其实我第一次踏到他的病房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聊些什么。但花了一些时间，1次、2次、3次的跟他建立关系之后，他开始跟我说他生命的故事，开始跟我说他过去的经历。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人，他的家庭很美满，他结婚，有他的小孩，有自己的事业，有许多的财产。但他后来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很后悔一件事情，他甚至觉得他很无奈一件事情。他说他在社会上，在他的人生当中这么努力，这样子跟别人竞争，这样子的争取，到头来好像也只剩下一场空而已。到最后，他用尽全力的工作，换来的只是他生命的快要结束而已。他跟我说，人生好像就只有这样而已，好像一群人在抢食着一块大饼，但最后他抢到了又如何？最后他却要丧失掉他最珍贵的生命。后来他一边的反省他的生命，一边的去检视他过去他所做的一切。
他后来真的很内心深刻。最后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要好好的去思考你的人生，或许有成功，或许有失败，但那都只是一个过程而已。人生不会只有增进跟失败。”很特别的是，这个病患最后他还受洗了。这个病患在他人生快要结束的阶段，有许多的怨目去关怀他。他后来发现，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不是只有纷乱而已，人生最后阶段不是只有增进而已。他希望在他的人生最后还可以留下一点的盼望。这个38年的病患也是如此，在那里等待了38年，跟别人抢夺要进去第一个池子的那个过程，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但耶稣来了。在马太福音9章35到36节，特别记载说，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各城，看见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就怜悯了他们。这个38年的人，在充满增进纷乱的过程中，好像看见了一线的曙光。耶稣来了。或许此时此刻，我们内心也跟这个38年的病人一样，觉得世界好像只有纷乱好像只有一切都是很糟糕的，一切都是只有失望而已。但事情的转机开始了，耶稣来了。耶稣希望这个病患他展现出他想要的一个行动，展现出他真正想要的心。耶稣希望可以看见这个病患带来不一样的改变。经文接着他说，耶稣看到他躺着，耶稣来了，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病人回答他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啊，我要去的时候有人比我先下去，看起来好像蛮合理的。也是，这个人好像就是一个身体不方便的人嘛，没有人要帮助他，所以他说这样的话好像也合情合理。但是我们先从耶稣的问题，我们先来思考。对一个38年的病患，耶稣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叫“你要痊愈吗？”这就好像你对一个非常穷的人跟他说：“你要中大乐透吗？”或者是一个好几天没有吃饭，跟他说：“你要吃饱吗？”耶稣怎么会不知道这个病人最需要是什么呢？但耶稣为什么这样子问他：“你要痊愈吗？你要好起来吗？”但我们也发现这个病人他的回答的方式很特别，他没有跟耶稣说：“好啊，耶稣，我要痊愈。好啊，耶稣，拜托你医好我。”这个病人的回答却是避而不答，反而还跟耶稣说：“啊，我人生呢好糟糕哦，我人生有好多的悲剧哦。”这个人告诉耶稣：“没有人帮我啊，别人抢先一步啊。”似乎好像也没有回答到耶稣想要的问题。当我们继续看这个病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吗？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可以到池子里面吗？其实我们认真来思想，其实这个病人，他可以听，他可以讲，他可以跟耶稣对话，代表这个人应该不是聋哑人士，他听得到，他也可以讲话，而且这个人可以看到水在动的状况，他也看到池水在动了，所以他也不是瞎子，他也不是一个盲人，而且这个人应该也不是完全的瘫痪，要人扶着他去，因为他说：“我正要去的时候”，代表他是可以走的，代表他是可以走的。而且在古代那个时候，如果他生的是重病的话，38年应该当时的存活率也没有这么高，所以可以想他应该也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所以这个病人，眼睛看得到，听得到，会说话，而且其实他还会走，而且看起来应该也不是很严重的疾病。但他却告诉耶稣说：“啊，耶稣，没有人抱着我去啊！啊，耶稣，有人先跳下去了。”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回答？事实上，耶稣说：“耶稣看见这个病倒的人，生病在原本的希腊文的原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叫做软弱。耶稣看见的不是他外在身体肉体的生病而已，耶稣更看见的是他生命里面的软弱。耶稣更看见的是他生命内在里面的软弱。
所以耶稣这个问题好像很奇怪，对不对？你要痊愈吗？这个人一定说好啊，我要痊愈。但是耶稣他真正想问的是，这个人有没有想要得到改变？这个人他内心有没有想要得到改变？你知道，对这个38年的人来说，我们不要说38年好了，我想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都有一些我们困扰的事情，我们可能都有一些觉得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时候这个问题或这个困扰的事情放在心中，一天可能还好，1个礼拜可能就觉得怪怪，1个月就受不了了。但这个人38年的问题从来没有解决。当问题持续越久的时候，更容易灰心啊，算了吧，就这样了，我就这么糟糕了。问题持续越久的时候，借口就越多了啊，没关系啦，改变不了了啊，就这样就好了。那个都是别人不帮助我。问题持续越久，反而要花更多的力气去解决原有生命当中遇见的难题。所以耶稣真正在挑战他的是什么？不是说你要不要站起来走，你要不要跳到池子里去，而是耶稣在问他：你生命当中的软弱，你愿不愿意被改变？曾经看过一本书，它叫《心思的战场》。这个作者他其中写到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和可是这2个字是撒旦常常放在我们心中最诡诈的2个字眼。如果跟可是这2个字是撒旦常常放在我们内心当中最诡诈的字眼，你愿不愿意改变？可是你愿不愿意做一些调整？如果认真的思想看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时候也常在说：可是，等一下，如果怎样，我就怎样。于是就忽略了那个问题，忽略了真正需要被改变的事。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担心、觉得阻碍的事情。确实，恐惧也是，不安也是，怀疑也是。我想这几年的疫情让大家有非常多的恐惧、非常多的怀疑、非常多的害怕。神，那为什么疫情在我们这个年代发生？什么时候结束？为什么这么多人确诊，这么多人丧失性命？主啊，我不知道。但其实更大的问题在于熟悉。什么叫做熟悉？这个病人，他不知道他的状况吗？他知道，但他有想要真的去改变吗？看起来是没有。当耶稣问他的时候，他说：啊，没有人帮我，没关系啦。有人抢先我啊，那先让他去啊。这个病人的反应似乎他自己也没有想要被改变，好像他觉得38年在那边已经也没关系了。38年在那边也没关系啊，反正有一天总会轮到我嘛。事实上，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思想。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对生命的问题，我们太熟悉了，熟悉到就放在一旁就好，不会影响到我们内在的生命。但往往我们已经被影响到了，甚至被刺痛到了，还觉得没有关系。所以这个人他到底生了什么病？我后来左思右想，这个人可能生了一种病，他可能生的病叫做肌少症，而且是属灵的肌少症。肌少症特别会在长辈比较多，因为长辈肌肉的流失比较快，可能长辈要走路也比较不方便，于是就坐着比较多，少运动的结果就是肌肉比较少，要走的时候就比较不稳，就会比较慢。但其实现在肌少症在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坐办公室、打电脑、滑手机，也不运动，所以现在年轻人也开始有肌少症的状况。但是为什么说这个人叫做属灵的肌少症？这个人觉得问题啊没关系啦，我就继续躺在那里等，总有一天等到我，没关系啦，那个问题反正陪我那么久了啊，没关系，继续等吧。或许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可能也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却没有发觉，也有可能是我们发觉了，我们却不去正视它，导致于我们属灵的生命慢慢的被耗减，慢慢的被衰弱，甚至有一天，甚至耶稣问你了，你要不要被医治？你要不要被改变？你可能也回答说啊，不要紧，没关系，再让我坐着等一下吧。耶稣在问那个病人，也在问我们每一个人，想要的心
必须要大过生命当中的无力，那个改变才会真正的发生。想要的心必须要大过你生命当中的无力，那样子更新，那样子的翻转才会开始的发生。如果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好好正视，也好好去看待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困境，而继续让它放在那里的话，或许我们的生命会如同摊子一般原地打转。或许我们的生命会如同摊子一般原地打转。所以当耶稣问完这个38年的病人，他也这样回答他之后，耶稣提供了他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式。虽然这个病人这样子的回答他，但耶稣告诉他还有另外一个让他选择的方式。而这个方式也是让我们去面对我们属灵的肌少症最好的办法。耶稣要这个病人放下他的重担，甚至放下他的借口，再次领受他的怜悯，也领受他的恩典。耶稣最后告诉这个病人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立刻痊愈，拿起他的褥子来走了。耶稣告诉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这个病人马上就起来，拿起他的褥子离开了。刚说耶稣面对他问他那个问题，其实在对他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不仅是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甚至耶稣告诉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都是对他是一个非常挑战式的方式，在告诉这个人。耶稣告诉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他应该要再告诉他说：“你应该自己走了，而不是被那个褥子压着，而不是一直被那个重担的东西一直压在你的身上，不要再被束缚在褥子里面，而是你要从软弱、从抱怨中学习站起来，反而去拿起那个你看为重担的，跟着耶稣一起去走。”耶稣提供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要他学习放下他原本看为重担的事，甚至他原本看为是借口的事情。我想在这个38年的病患当中，他内心一定也有非常多的埋怨，他甚至有非常多的声音，他可能会说：“上帝，你在哪里？上帝啊，难道你忘记我了吗？上帝啊，你看到了吗？为什么我一个人在这边受苦？上帝啊，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上帝啊，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医治？”最后他可能就是说：“上帝啊，我这样就够了。”或许这些话也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过，或许现在你也这样子对上帝说，甚至你用这样的话在控诉你自己。但耶稣回答这个病人，提供他一个新的方式。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耶稣在众人当中看见了他，或许他的内心有这样的呼喊，或许你我现在的心中也有这样的呼喊，这样的呐喊。但耶稣在那个毕士大池当中，独独看见了他。耶稣也在这个纷乱的世代当中，独独的看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他没有忘记我们的需要，他没有忘记我们是需要被医治，我们是需要他的拯救的。但耶稣仍然耶稣关心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问题。对这个病患来讲，甚至对毕士大池旁边所有的那些在等待的病人来说，他们都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甚至对那个当事者来讲，这是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耶稣其实要告诉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真正要告诉他的是什么？我不要再听你的借口了，我不要再听你的理由了，我不要再听你更多的但是，或者是等一下。耶稣要告诉他的是：我要看见你的信心，我要看见你的回应。耶稣再次的提供这个38年的病人一个非常特别的解答。耶稣告诉他说：“我要看见你的信心，也看见你的回应。”
当耶稣立刻的医治那个病人，我们看见他立即的回应，就立刻的发生。当然，有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需要交给神的时候，把我们所焦虑、烦躁的事情交给神的时候，或许改变不会那么立时的发生。神仍有他自己掌权的时间，但别忘记，当我们愿意交托的时候，愿意拿起我们自己的路子，开始跟耶稣走的时候，那个改变、那个大能已经开始运行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他这样鼓励哥林多教会。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神的能力反而是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神的能力反而在人的软弱，在人觉得非常的纷乱、非常无奈，甚至失望的时候，再一次显得他能力的完全。这句话也成为我们最大的鼓励，也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不是吗？特别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我们不是更需要这样子的盼望吗？从毕士大池的故事当中，是否我们也看见，甚至也反映出我们的信仰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态度呢？回到一开始问大家的，当耶稣如果真的有一天也问你说，你要痊愈吗？你又会如何的回答？当有一天耶稣真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需要，来到你生命的软弱面前，耶稣问你说，你要得痊愈吗？你要好起来吗？你会如何的回答？这个故事真的让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也让我们再一次来反省，学习放下满是借口，也满是担心的生命方式。别忘记耶稣他所面对的挣扎比我们更大，甚至比我们更多，但他已经为我们胜过了这一切了。学习放下不是这么的容易，学习交托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当我们愿意尝试，愿意开始慢慢给的时候，我相信上帝的大能就开始在当中来运行。别忘记耶稣所遇见的挣扎，他所遇见的挑战，甚至比我们大非常的多，但别忘记，他已经为我们胜过了这一切。刚刚男诗班所献唱的那首歌曲，在最后一节的歌词，他说：“当答案不够时，仍有耶稣。他不单单是回答你的祷告，仍使你的心平安，成为避难所。当答案不够时，他同在。”有时候，人生的问题、人生的困难，当我们觉得纷乱的时候，确实不会马上得到答案，甚至我们一直期待，什么时候可以赶快知道答案？什么时候可以赶快知道结果？但别忘记，神仍然同在，他担负的比我们更大，比我们更重，他已经为我们的生命胜过了一切。盼望这个毕士大池的故事，这个38年病人的故事，成为我们深刻的反省。特别在我们面对生命的挑战，也特别处在这个真的非常纷乱的时代，不论是疫情，不论是经济，不论是国内外有一些战争、一些军事上的纷扰，都让我们觉得内心有许多想不透的事情。但别忘记，神仍然都在。当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时，他就再一次把他的恩典，在他的怜悯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拿起自己的路子吧，夹在自己的手下，跟着耶稣一起前进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耶稣，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需要，也有许多我们想不透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向你问：神啊，你在哪里？神啊，难道你忘记我了吗？神啊，为什么这个事临到我？神啊，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医治？
但主，我们知道，当我们答案不够的时候，唯有你，唯有你成为我们内心当中的平安，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唯有你成为我们最大的保障。主啊，帮助我们。或许此时此刻，我们内心当中真的有放不下的困难，内心当中真的有许多纷乱的事情，不断的搅扰在我生命当中。但求主你来帮助，求主你来扶持，也亲自到需要的弟兄姐妹面前，对他们说：“我要来医治你，我要来帮助你。”主，求你陪我们走这一条不容易的人生路，让我们每一步经历到你的恩典，也经历到你丰盛的应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丰盛的应许》。你仰脸，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是我不无知，上帝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这时候我们一起为了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也仍然为了我们自己的内心来祷告。或许此时我们真的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软弱存在，但求神来怜悯，求神来帮助，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挑战、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勇敢的来跨越。我们也为了在台湾的疫情，虽然已经慢慢得到控制，但还没有一个平息的阶段。特别中秋连假之后，可能南北往返的人增多，可能接下来又会有一波的疫情。求神在照顾我们台湾，保守我们台湾，在这样的疫情当中仍然得享他的祝福。也为了我们教会当中你所知道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了他们祷告，将他们的名字带到上帝的面前，为他们来代求。也为了我们教会下个礼拜开始有6组的幸福小组要开始来进行这样福音的事工，为了这6组幸福小组的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也为了要来到教会当中的 base 的祷告，求神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听见耶稣基督这样的好消息。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啊，主，我们谢谢你是这样的同在，感谢你在我们的看顾。主，我们相信呢，主你美好的旨意，主你的同在，谢谢你在我们的看顾里面，主，我们感谢你在你保守的里面，相信主的丰盛的在你的同在，主看顾在你的命当中，主谢谢你，谢谢你。
谢谢老师。我们的父神，谢谢你，你那个美好的应许是不能夺去的，你那个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是不能被夺去的。或许我们的生命会遇到挑战，会遇到软弱的时刻，但我们知道你仍然是不离不弃的。主啊，求你再一次的扬脸，用你的光照我们，使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使我们生命当中的害怕，再一次的被刚强起来。主啊，我们也特别为了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在这样疫情已经持续2-3年的过程，主，我们好像看不见一个结束的时刻，但我们仍然相信你在那个背后掌权，我们仍然相信你有你奇妙的旨意跟计划。求主你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百姓，在这个疫情当下，我们仍然得享从你而来属天的平安以及喜乐。也将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带到主你的面前。主，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主，你知道他们的软弱，求主你坚固他们，使他们从软弱的成为刚强，原本从失望的再一次来扬起他们的笑脸，他们手发软的，让他们手再一次举起来赞美神。主啊，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教会下个礼拜要开始的福音事工。主啊，你使用这些幸福小组，使用这些同工，让他们手中所做的、所传的，成为美好的祝福，让每一个来到教会当中的 best， 因为他们的摆上而认识到耶稣基督美好的福音，祝福在他们的身上，祝福在我们的教会，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领受从天而来那个丰盛的应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一起来奉献。请起立，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念本月的金句，用华语来念一次。请我们传扬它，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哥罗西书1章28节。现在我来报告，下周的侍奉同工司礼是李荣泰执事，其他的同工麻烦请自己看一下。请看第4页，肢体交通第1点，本会第2季定期长职暨首长联席会议
定下主日第2堂礼拜后，于下午1点半在2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请长职及服事团队的首长预备心参加。第二，本会定于下主日举行第5期幸福小组祝福差派礼，请为领受主耶稣福音大使命、参与团队传福音行动的福音勇士来代祷。第三，奖学金的申请到9月25号截止，请符合资格者到办公室来领取表格申请。今天因为是中秋节连假，所以爱心午餐暂停1次，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也请大家持续为在病痛中的兄姐得医治来关心代祷。以上报告，我们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做几点补充哈。第一点就是因为9月25号就2个礼拜后，我们那个主日是这个新竹圣经学院的主日所以我们的这1个月的医治祷告时间要提前在下个礼拜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对这一个得着医治的一个迫切大家很踊跃哈。所以请大家彼此提醒一下，因为这个礼拜周报来不及报告哈。请大家互相邀请，我们在下个礼拜在2堂礼拜当中，一起来为这些需要代祷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一起领受这样的医治哈。那另外就是我们第二就下个礼拜我们第5期的幸福小组呢，我们要一个差派。那有些小组大部分都在第二堂礼拜了哈。那我们不只是邀请我们的副长哈，还包括我们的组员都要到前面来一起做一个宣告差派各小组我们一共有6个小组了哈。如果你们有开始筹备的时候，可以想一些那个叫做我们的那个队夫一起来互相激励哈。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些有组成的小组之外，我们也鼓励说，我们各个小组你可能有人员的不够，或是时间不允许，但是我们也期待，我们这个周报有写说，在11月13号那个主日跟11月20号，我们有2堂礼拜有这个我们的福音主日福音主日的名人开讲。那等于是我们各小组希望能够在这个福音主日的时候，也能够邀请你的 best， 因为我们发现说，不管 best 是谁，一定要有小组牧养才可以这样才能够落户所以也如果没有一个常态性的幸福小组，你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感恩节前呢，举办1-2次这样的一个福音茶会，那也算是一个预备让邀请他们来参加11月13跟20号的我们的一个福音主日，让有这些名人开讲，能够他们的见证能够感动这些人。那请大家一起来努力那第3个就是要请弟兄姐妹也来帮忙配合。上个礼拜有提过因为我们的教会清洁同工这个云秀姐她车祸受伤那现在没有办法全时间来教会来帮忙整理我们教会临时有请我们教会中有这方面专长的同工来帮忙一个局部的清洁。那所以要邀请大家我们各个小组你如果使用地下室啦，我们礼拜堂的这些场地大家稍微因为人手多嘛，大家提醒一下说，结束的时候一些饮料啦、饮食的东西啦、地上啦，把它整理干净，把它恢复原状。那这样我们后续清洁人员他只要简单的做一个整理，那就可以这一点大概要2-3个月那请大家帮忙一下，协助了让我们的清洁工作能够很顺利这样子那我们呢在这个礼拜6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宣教这个纪念的一个歌舞剧就是马偕来台湾150年的纪念歌舞剧那原来这个是在台北那边北部的教会在庆祝，然后他们这个筹备的非常非常精彩，所以他们就延伸
在下个礼拜六来我们台南的那个鸿运文创中心，就是等于是以前的天桥教会，它新开设在我们的安平工业区那边有一个非常棒的演出的场地。那主办单位当然各地去邀请说你们能不能来购票进场购票进场，所以他就寄了1-20张要来教会。那当然费用不多，只是说要有一个售票的一个那个程序这样政府的这个应该是税务单位才觉得这样你是有出有入了那重点是说有人要去欣赏所以如果你在周报里面有写礼拜六晚上7点在鸿运文创中心呢，如果有想参加，你跟我们同工登记一下，然后要之前能够票给你好不好？那包括青少年，因为那个时间是聚会时间，如果能够调整那就更好。那有需要的我们来登记，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统计票数我们看一下短短的一个介绍影片好不好？有诗歌有年轻人的街舞的表演。还有戏剧演出马街的戏剧。礼拜六7点在文创中心。好，感谢主如果有兴趣，当然你如果邀朋友更好还有需要票的话，可以来登记。那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是施明媚姐妹。施明媚姐妹在哪边？来，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就住在我们对面而已欢迎你常常来这个距离蛮近的欢迎你常常到。那最后再一次呢，我们要谢谢我们的瑞平传道，今天用主的信息来分享给我们。那从9月开始，他就正式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服事团队的同工那牧师特别要邀请大家为瑞平传道来祷告。他是年轻而且受过很好的栽培训练3年在神学院，3年在北部的这个南坎大安教会。那这一次受邀回来我们自己的故乡，我们自己的母会来服事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参与啦那牧师要讲一下我的故事。我也是在30几年前的30几年毕业的时候就自愿的，算是自愿，因为是离岛嘛，自愿回到澎湖我的故乡那边服事回去到教会，长辈都是我的亲人嘛。我记得第一个礼拜就任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也算是我的伯父的这个阶层他就唤起每一个会友说，大家我们的新传道，我们要把他当成我们的一个牧者不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子弟所以他讲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叫做敬老尊贤敬老尊贤，你听得意识到就是说虽然他是后辈，他尊敬我们这些长辈，但是我们要尊敬他，让他能够用神的话语来栽培我们，来牧养我们那同样的意思，我们也在这边，虽然我们的瑞平传道还很年轻，但是我确信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为他代祷，为他鼓励让他成为在我们这个很好的环境当中被操练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那一个教会能够造就仆人，当然也可以会伤害一个仆人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为他祷告，特别是在年轻这一个区块我们的基甸牧区啦，我们的提摩太牧区
还有协助主日学这个部分。我希望有一群很棒的团队跟瑞平传道一起服侍你会发现说哇，年轻人在一起服侍，非常的棒有很活力有劲就对希望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社青、我们的儿童事工能够在瑞平传道的带领下，很多同工加进来，一起来努力兴旺我们的教会这是很大的期待。我们再一次用热烈掌声来谢谢鼓励我们的瑞平传道感谢赞美主常常提名为他祷告。好我们这个礼拜因为是中秋连假，有的人都外出了我们也隔壁祝福一下，说祝你中秋节快乐，好不好？好，谢谢，感谢主。好，我们要准备来做结束了我们要做结束了，谢谢。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诗歌结束后，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扶持相通，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